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物理學入邊最基本、最核心，但係又最令人頭痕嘅兩個概念，就係時間同埋空間。如果你問我理查費曼時間到底係乜嘢，我會話俾你聽，你對時間嘅理解可能完全錯晒嘅。你可能覺得自己好清楚時間係咩，因為你會睇錶啊，或者感覺到自己老緊，但係嗰啲唔係時間，嗰啲只係一種感覺，一個生物學上嘅陷阱。大多數人腦入邊都有一種絲化咗嘅諗法，覺得時間好似一條河咁，想像佢喺度流動，帶住你由過去經過而家行向未來。你以為佢會喐，但係呢個咁靚嘅畫面有個致命嘅問題。如果時間係一條河，咁呢條河流得有幾快，每秒行一秒，呢句嘢係完全冇意義嘅。就好似你話一張台嘅長度係一張台咁長一樣，對了解現實嘅本質完全冇幫助。真相係更加古怪、更加機械化，而且老實講，比起流動嘅小溪係一啲都唔浪漫。時間係唔會流動嘅，時間唔會推你去任何地方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喺腦入邊識得數秒啊，就代表你掌握到時間係點運作，咁你就要準備好接受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啦。唔緊要，不如我哋由你個腦入邊發生緊咩事開始講起，因為嗰度就係混亂嘅根源呢。你以為自己個生理時鐘係一個可靠嘅儀器，其實唔係，佢只係一堆亂糟糟嘅轉譯方案。好啦，我哋做個簡單實驗，試下喺腦入邊數60秒，就咁坐喺度數1、2、3。你以為自己跟住時間行，但係你其實只係行緊一套好特定、好私人嘅程序。你哋當中有啲人數嗰陣，腦入邊會有一把聲嘅，你係逐個字讀俾自己聽嘅。如果有人中途打斷你，同你講嘢，你就會數錯，成部機卡住咗。但係另一啲人呢，呢度先至得意，佢哋腦入邊係完全冇聲嘅，佢哋見到嘅係影像，佢哋可能會見到一條有數字嘅軟尺喺度行，好似電報機啲子彈咁，咔咔咔咁跳。如果你係用呢種視覺軟尺系統，你其實可以一邊計時，一邊睇報紙或者 check 下啲衫洗完未。你可以接緊物啦，睇下啲積文啦，同時依然保持腦入面條軟尺完美咁跳緊。但係嗰個用把聲嚟數嘅人呢，佢只要睇一個字就會跟唔到時間。呢樣嘢話俾我哋知一件好基本嘅事，你所感受到嘅時間流逝，只係一個心理建構，喺你個腦玩緊嘅一種模式匹配遊戲。呢種感覺因人而異，並唔係一個宇宙常數，佢只係一種生物學上嘅幻覺。所以當我哋講物理、講宇宙嗰陣，我哋要將你個腦調咗去，即係話我哋要停止討論感覺係點，而係要開始講佢實際上係咩。喺物理學入邊呢，我哋要講求操作性，意思係我哋唔會問時間嘅本質係咩，因為嗰個係哲學家喺度飲咖啡嗰陣爭論嘅問題。我哋會問我哋點樣去量度佢，而答案簡單到令人有啲失望。時間只不過係一種將事件排序嘅方法，就係咁簡單。佢係一個標籤系統。想像你有一副牌，你將佢哋攤出嚟，你可以話 J 喺 Q 前面，而 K 喺 Q 後面，啲牌冇喐到，張台亦都冇流動。呢個次序只係啲牌點樣排列嘅一種結構屬性。時間係張台，事件就係啲牌。當我哋話時間流逝，我哋只係由左向右讀緊啲牌。呢度帶出一個大家都會犯嘅最大錯誤。你以為時間係一個容器，你想象宇宙係一個大空盒，而時間就係盒上面個掛鐘。就算個盒係空嘅，佢都會滴答滴答咁行。你以為如果我哋攞走晒啲星星、行星、原子同埋光，時間依然會繼續行？錯啦，呢個係牛頓式嘅觀點，而呢套嘢已經過咗時。時間唔係一個背景舞台，時間係改變嘅度量。如果宇宙入邊絕對冇任何嘢改變，冇原子震動，冇光移動，冇能量轉換，咁時間就會停止，佢會失去意義。如果你冇一個物理過程去標記佢，你就定義唔到一秒。時間唔係獨立於宇宙入面嘅物質之外，時間係物質嘅一種屬性。個時間就係當其他所有嘢都唔發生嘅時候所發生嘅嗰樣嘢，或者更直接啲講，時間就係時鐘所量度嘅嘢。任何周期性嘅現象都可以係一個時鐘。譬如地球自轉 rotation of the earth， 我哋定義去轉一個圈就係一日，但係我哋點知每個一日都係一樣長嘅？如果有一日地球轉得慢咗，我哋點樣發覺？唯一嘅方法就係
比較唔同嘅時鐘。如果我哋發現一堆唔同物理原理嘅鐘全部都保持同步，唯獨地球自轉開始同佢哋有偏差，我哋就會話係地球自轉慢咗。即係事實上講緊，因為潮汐摩擦地球自轉真係慢慢變緊慢，所以科學家要揾更加穩定嘅標準。我哋去到原子 atoms 嘅世界，例如安分子、微波激射器，利用氮原子喺氫原子平面之間嘅規律跳動嚟計時。再進一步，我哋而家用銫原子鐘，佢嘅震動頻率非常穩定，我哋就用佢嚟定義1秒。但係時間嘅跨度可以好極端，由最細嘅基本粒子 elementary particles 壽命短到得10嘅負24次方秒，去到宇宙嘅年齡大約10嘅17次方秒，約138億年。量度極長嘅時間呢，我哋要用放射性衰變 radioactive decay， 即係例如我哋可以用碳14去判斷一件古物嘅年代，或者用遙 uranium 變成鉛嘅過程去量度地球嘅年齡呢。呢啲就係大自然嘅長效時鐘。呢度你嘅直覺會開始反抗。你會話好啦，但係時間肯定對事物有作用噶。時間令我變老，時間令啲奶變酸，唔係，佢冇咁做，呢個係語言陷阱。時間唔係一個執行者，時間冇手，佢唔會伸入雪櫃整酸你啲奶，係細菌做嘅，係化學反應做嘅，係雙 entropy 做嘅。時間只不過係一個我哋用嚟記錄呢啲反應發生速率嘅記賬系統啊嘛。話時間做咗呢樣嘢，就好似話英寸起咗呢間屋咁，英寸唔會起任何嘢，係木工起嘅。英寸只係話俾你聽啲牆喺邊，時間係把尺而唔係個工人。我哋再深入啲講呢個尺嘅比喻，因為呢度開始會變到好古怪啊。如果時間係一把我哋用嚟量度事件之間間隔嘅尺，咁如果把尺本身係有彈性嘅呢，我哋以前以為喺宇宙任何地方1秒就係1秒，但係相對論 relativity 話俾我哋知，時鐘行得有幾快，取決於佢哋喺邊度同埋佢哋行得有幾快。咁但係想像你揸緊車穿過一張平面大紙，你可以純粹向北行，速度最快。但係如果你轉軚向東北行，你向北嘅進度就會減慢，因為你將一部分速度分咗去東面。將北邊換成時間，將東邊換成空間。你喺宇宙入邊一直都係用同一個速度行緊，但係呢份運動量係由空間同時間共同分享嘅。如果你坐定定，你係以最大速度穿過時間，但係當你喺空間入邊移動，你喺數學上一定要喺時間入邊行得慢啲，你個鐘會慢咗。如果你可以光速移動，你喺時間上邊就完全冇運動量。對一粒光子嚟講，時間係唔會流逝嘅。佢出生同被吸收係發生喺同一個瞬間。宇宙係凍結咗嘅。時間仲有另一個層面會呃到我哋，就係方向。我哋感知到時間好似一支箭，你記得過去，但係唔記得未來。點解？如果物理方程式向前行同向後行都通，點解一隻碎咗嘅蛋唔會自己合翻埋？呢度有個秘密，呢樣嘢同時間本身無關，係同概率同混亂度有關。碎一隻蛋呢，有1億種方式，但係完整嘅狀態只有一種。事物好自然會由有序跌入無序，呢個就係熵嘅增加。你感覺到時間流逝，其實只係你個腦記錄緊宇宙入邊混亂度嘅增加。你係一個混亂偵測器，因為我哋係咁樣感知時間嘅，我哋以為有一個覆蓋全宇宙嘅通用現在。但係喺物理學入邊，而家係一個好難捉摸嘅概念。如果你同我並排企，我哋嘅而家係一樣嘅。但係如果有一架太空船以半光速飛過，對佢嚟講，兩件喺你眼中同時發生嘅事，喺佢眼中係有先後次序嘅。邊個先啱？兩個都啱。呢個破壞咗同時性嘅概念，冇一個萬能主鐘。宇宙係一嚿事件塊，一條4維嘅長麵包。我哋通常會將呢個概念咧叫做塊狀宇宙嘅。你點樣切開呢條麵包，取決於你行得有幾快。過去、而家同未來係同時存在嘅。電影嘅結尾同開頭已經喺度，唯一喐緊嘅係放映機束光，亦即係你嘅意識。
如果時間只係改變嘅度量，咁當我哋將宇宙倒帶到大爆炸 Big Bang 嗰一刻，連物理定律都開始失效嘅時候呢，問大爆炸之前發生咩事仲有冇意義？咁呢個就好似問北極以北喺邊度一樣咯。幾何上佢係廢話，喺時間開始之前可能根本冇時間。好啦，講完時間，我哋轉過嚟睇下空間。空間就好似一個大舞台，係所有物理事件發生嘅背景。而我哋去量度呢個舞台入邊事物隔得有幾遠嘅具體操作呢，就叫做距離 （distance）。我哋點樣去量度空間呢？最直接量度距離嘅方法就係用尺，例如定義1公尺。但係如果量度原子嘅大細，把尺放唔入去，我哋就要用 X 射線 （X-rays） 嚟做繞射 （diffracts），睇下波長同原子間距嘅干涉圖案。去到好遠嘅行星，我哋唔可以拉尺，我哋用三角測量法 （triangulate） 利用地球繞太陽公轉做基線，觀察星星位置嘅時差 （parallax）。再遠啲，連時差都冇，我哋會以造父變星 （Cepheid variables） 作為標準立足，透過比較佢哋嘅真實亮度同時星等，推算出佢哋喺空間入邊嘅距離。如果去到宇宙邊緣呢，我哋就要用紅移 redshift。愛德文哈勃 Edwin Hubble 發現遠處星系發出嘅光偏向紅色，因為多普勒效應 Doppler effect 顯示佢哋正喺度遠離我哋。透過紅移，我哋可以導出100幾十億光年以外嘅空間距離。無論係量度10嘅負24次方秒，定係10嘅26次方公尺，物理學都係想揾到一套一致嘅量度方法。我哋要放棄嗰啲舒服嘅直覺，放棄時間之河嘅幻覺。有啲人可以一邊睇嘢，一邊喺腦入邊用視覺遠尺數數，因為佢哋用緊並行嘅心理模型。物理學就係教你點樣攞到呢種能力。當你唔再用感覺去理解宇宙，而係用幾何同結構去睇，你就會睇到引力只係空間嘅彎曲，時間只係一個維度。真實嘅物理時間同空間係互相交織嘅猛獸，會隨速度改變，會喺黑洞邊緣停頓。當你發現常識崩潰，唔好驚，因為呢個代表你開始接觸到真實嘅宇宙。我哋呢啲由星塵組成嘅生物，竟然可以透過邏輯同實驗參透到時空嘅本質，呢個先至係最偉大嘅奇蹟。